今年是马年，咱来讲几字甲马相关的用语。马是白音，文音读马，甲骨文话就是长形侧面的马，有画出马头、马鬃、四支骹、马溜。现代字形的马有四个点，啥物意思？毋是四支骹哦。马、鸟、鱼拢有四点，甲火无关系。四个点是代表天空飞快之意，有四点的马代表腾飞之意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马年就爱出门走藏，四界走藏写这字藏，藏钱嘛写这字藏。这字的意思是文献有讲清楚无？咱学甲骨先生教的甲骨释文甲台语大音典就真好理解啊。这字读音哭，想要走脱的乱冲。台语接用词哭哭藏，就安尼写。这字读披，将马奔驰的意思。披的读音才会甲马较歪音，安尼读才会形音义相符。古早的披车是披马车，毋是披法拉利，是吧？形容匹配、登对，台语讲适配。教养部教人写适配啦，爱画救命无？阁有例句哦，因两人有适配，救人哦，两个算一对。阁写适，写这种用字爱去看医生无？马车的双马，一只马是这个速度，另一只马也一定是这个速度，无会并车哦。所以两只马的速度一定爱适配，爱写这字适，将马将爷，安尼才有马车的适配登对。安尼的台语用语是毋是真传神、真适配？真普通的这字啥物意思？若查字典，结果一定是无一个结果啦。历代文献嘛无交代清楚为何有颜字旁。原来这个颜也是甲马有关系。这个颜是画互马听的只，所以字典才会讲这字有驾驭马车赢的意思。但是到即仔，这字就应用伫接牛哦。来到遮的意思，即马教育部教这什么怪字啊？莫乱啊！这如何是现在的意思呢？因嘛乱斗乱教，人人面小有像啊！即马无红，即马无红。现在闽南语讲今啊，有人拼音再拆音，就读做今嘛。现在甲马其实无关系，马上闽南语其实无人安尼讲，我安尼讲，你是毋是随了解啊？马上是北方民族在用的，有战争的意思，毋是闽南语的习惯用词。有人甲马字当作女朋友，这是无礼貌的讲法。七啊，甲数字的37无关系。甲女朋友当作玩乐的对象，嘛是无适当的。攀是空心，是虚情假意。攀七啊，玩弄女人的感情利益，无用心对待。这字拍嘛甲马有关系，是用马口的机动性的拍照机，机动性的哦，会四界拍走哦。落裤马这个词是郑成功早来台湾的用语，本来是讲战甲摇橹的时，甲板所发出来落裤的声音，听起来亲像着要拆线的破木马。即卖人形容老爷车，就讲落裤马。语文词写这字好无？真侪人爱讲形声字，这字就是形声字，张口母声。真诶读母哦，无好笑哦。集韵有记录，满、补、切、
真诶读无学某。即字某就毋是形声字啊，陪你到老诶女人才是某，才是妻。转来讲中文诶即字妈做疑问词，闽南语会使用即字妈做疑问词无？会啊，会使啊。还有无？还有文献无？3000年前诶《诗经·北风急谷》即首诗有即句原上骑马。咱来看两种解读。一般 AI 诶解读，学过甲古实文诶 AI 诶解读。问 AI 原上骑马什么意思？安尼，所以意思是马丢失了。但是这首诗有一句金句，一子之手，以子偕老。那安尼，马甲即句誓言有啥关系呢？换来看学过甲骨释文的 AI 解读，刷来的影片是 AI 家己做的哦。首先，关键的发现，马爱读作某，原上骑马，说不定我的妻子已经死了。还是还世，说不定的意思。马是某，是妻子，令即字某毋是形声字。用台语读这首诗，感受完全无同。过来 AI 翻译翻送其某，说不定我的某已经死了，不是丢了马，是在烦恼某。继续，客约是近的，看是看茫茫，不管死活，不管远也是近。想起较早甲你讲过的誓言。一子之手，以子偕老。怨叹啊，咱分开甲看茫茫，分开甲遮尔远，我袂当活伫你的身躯边。即字活是活的照音字，毋是死活的活哦。真怨叹啊，我钻入去这个漩涡，我袂当守信用啊。AI 一层一层的锥心之痛，看茫茫的远离，袂当活伫你的身边。我是为着要实现信用，但是被钻入去战争的漩涡，袂当守信啊，誓言守袂牢啊。想起咱的誓言，一子之手，以子偕老，煞想起誓言，煞无法度靠近你。誓言只能落空，这才是完整的诗意。自头到尾拢在讲某，用台语读才会当还原3000年前的真意。3000年前的阿兵哥，3000年后来读，犹原心痛。以上 Cloud AI 写的。整理这集的重点，每年就先介绍甲骨文的马。现代中文有4点，原来是陪亭之意。每年爱四界走藏，哭哭藏，拍拍走。中文讲飙车，闽南语讲批车。速配是速度爱匹配的双马，这有颜二平。原来这个颜是对马之颜，即马就是现在，甲马无关系。安尼就随了解啊。台语的立刻习惯讲随，拍七仔是玩弄女人的感情，甲三七无关系。落裤马是形容老爷车，好某这字某嘛是闽南语习惯的疑问词。翻送其某，还是我的某已经不在人间啊。还是说不定的意思。阁有 AI 的见解，语言从来毋是纯粹的，某是语言演化的活证据。这集就讲到这，祝福大家每年行大运，万事如意，好运总在前，速配快乐行，顺心自在游，批出好前程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